为短片也是电影，侪佳文团队拢自发性持续创作舞蹈影片，为台湾累积袂少精彩影像作品。稻草人舞蹈团甲今日戏院合作，一个遮的作品伫电影以展览的形式播映。台湾就是有南方影展啊、光芒影展这样子，那有没有就是专门为舞蹈影片的舞蹈影展呢？那其实我这边就是提交了一个叫番外 Inside Out 的舞蹈影片的展览，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呢，走舞蹈的创作者走出剧场，来到空间里面做创作演出。那也邀请观众朋友们呢，其实可以离开你们的电脑啊、手机荧幕啊、电视啊，来到实体的电影院呢，来看这些舞蹈艺术的精华结晶。此展览为8月25号到27号，为期3天的活动当中，邀请来自台湾、广州等各地舞蹈团队、导演甲艺术家，透过12场的影片欣赏甲6场讲座交流，让观众看到舞蹈甲影像的对话。这次台南呢，在稻草人舞团的这3个影片呢，就是非常的特别，就是一个是在山林里面，一个是在海边。我们的单身是在台东的成功镇拍摄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文南里的是在台南市，所以我们刚好走遍了台湾、新竹、台东跟台南市，做这个舞蹈电影的特别的展现。借着这次展览，策展团队希望会当得到舞蹈影片伫实体影院展映的契机，让更较侪人会当关注舞蹈艺术。台南新闻孙怀采访报道。